来继续来看是这个农民退休赎金，已经伫1月初正式来就落。农委会早起伫这个高雄的美浓来举行一场开办的典礼，由主委陈吉仲来做简报。这嘛是总统蔡英文兑现伊的竞选的政见，为农民所建立的退休金的制度。 总统蔡英文落南到高雄美浓区参加这场农民退休金的开办典礼。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伫简报时特别讲到，这是蔡总统任内完成的无可能的任务。非常感谢所有的农会总干事，今摆已经有28000个农民参加。为1月初起，只要未满65岁，实际从事农业工作有农保，也过无领相关社会保险、老年给付的，拢会使投保。这嘛是蔡总统兑现伊伫109年竞选的政见中所提出的退休保障计划书所建立的农民专属的退休金制度。 这不仅是完成了我们农民4大福利的最后一块的拼图，也是代表政府兑现承诺、照顾农民的决心。那么第二个意义是，退休制度将在台湾全面的建立。 蔡总统表示讲，农体新制实施了后，互农民退休有保障，过使好一寡青壮年愿意做农，为在地农业注入新的活水，互这个农业发展会愈来愈好，通好代代相传。